劉浩朗、李月恒、陳嘉印、余正熙、柯幼兒、李永峰、何景瑩、盧傳軒、伍崇希、蕭千月、陳幼瑜、謝景文、陶星怡、陳燕樂、林立文、楊成軒、林瑞康、沈如意、邱心月、崔柏宇、趙星頌、黃曉琳、何子晴、李柏希、何庭軒、謝曉欣、莊海明、冼柏希、呂善喬、陳朗儀、鐘思瑩、黃子迪、黃希欣、張耀倫、葉希靜、李月彤、林樂儀、黃希月、呂喬希、黃成哲、黃奕雲、楊善彤、戴柏賢、黃月希、陳允明、趙希文、黎希俊、李思晴、譚宇中、陳嘉琳、徐生、劉卓恒、鐘碧媛、陳少生、余道生、胡瑞滔、洪石賢、葉啟希、李子軒、徐奕之、馮永純、丁子霖、梁漢龍、麥林林、林庭芝、陳奕華、曾月希、李俊浩、李雲希、李子睿、曹樂兒、潘海津、羅海源、何思博、方佩欣、鐘富晴、梁希晴、葉宇彤、李心柔、馬希彤、周偉成、陳子喬、蔡希宏、黃子佑、鄭浩之、小月欣、黎宇喬、李善永、李一樂、李心如、錢詠文、黃千月、湯文興、張仁、何應剛、陳欣穎、何葉彤、李奕賢。請畢業生代表係月神學校方心柔學校。校長會話俾人話小朋友手放兩邊，望住前面攝影師哥哥笑下啦！多謝小朋友。家長，請你哋俾多啲掌聲你哋嘅小朋友啦！再請九龍塘總校嘅畢業生上台接受證書。九龍塘總校畢業生名單如下：周家樂、李嘉恒、陳柏希、梁一平、洪希怡、陳康俊、謝文通、黃柏雄、汪世浩、關柏陽、胡芬澤、趙振安、黃永維、姚俊軒、嚴軒、陳柏晨、彭俊軒、梁志謙、謝希樂、譚啟俊、黃浩如、陳睿、陳柏純、崔永傑、吳尚宇、陳佩紅、湯奕允、安朗齊、朱於健、劉千瑩、梁雲旭、葉卓嘉、梁元熙、周玉琪、胡靜、梁俊南、秋瑞儀、
李曉月、林賢章、麥俊盈、施正峰、濠天佑、孫楊怡、葉貝文、蕭傲柏、郭俊宇、李少彤、劉希晴、方俊仁、葉德淵、梁樂欣、黃亮瑜、黃海月、黃源、張子瑜、吳燕佑、洪月淵、胡心宇、高順、陶海喬、梁雅琪、鄭思琳、羅貝兒、何子辰、楊希月、劉子晴、楊月琛、謝禮雲、謝文君、葉天仁、李子怡、柯千葵、姚永峰、盧卓輝、黃樂琳、陳浩朗、黃浩晴、劉奕章、梁希順、黃柏希、黃俊樂、吳華朗、張心怡、黃科琳、劉詠欣、徐允晴、關希文、陳子柔、葉新彤、李傲晴、林光華、張志海、陳安霞、馮若晨、林月彤、殷子柔、梁希哲、鄭又南、李雲哲、黃柏賢、譚永嘉、岑尚宇、吳石林、張豐石、馮慧喬、馮美嘉、梁以晨、游俊宇、陳燕浩、洪津禮、馮以晴、尹愛欣、張琳、李長欣、黃善晴、江子瑜、陳日晨、黃心柔、何順熙、梁卓樂、方浩南、陳幸月、左卓喬、余千瑩、陳略衡、胡家全、馬皓月、李婉琳、譚月希、蕭慧喬、劉之月、盧正陽、黃月晴、程之晨、林卓提、徐永彤、梁俊熙。請畢業生代表黃浩喬同學、蔡千瑩同學。小朋友一齊望住前面攝影師哥哥笑下啦！多謝小朋友。家長，我哋再俾啲掌聲支持一下小朋友啦！關燕芬校長。請安乃路道分校嘅畢業生上台接受證書。請陳以文校長陪台。安乃路道分校畢業生名單如下：黃奕雄、李勝海、郭嘉希、羅卓喬、楊永晨、許志賢、李延希、石萬榮、陸俊熙、徐安希、莊子明、張文希、何俊森、陳奕彤、麥兆陽、馮其欣、胡永南、劉佩嘉、徐子柳、陳樂賢、劉一恒、陸一娥、楊卓喬、劉柏謙、馮柏琪、李文希、楊明正、祝浩翔、尹千月、譚志、李明翰、陳順軒、孫海蓮、張子瑜、譚雨霏、張子旭、張成希、凌之霞、賴佩琪、鄧思如、林思雨、羅永森、梁雅媛、莫海晴、郭瑞南、岑樂文、梁海琳、陳瑩、鍾永正、何秋妍、馮思海、陳成、楊傲欣、楊
樂晴、查尚賢、李希晴、藍紀如、張晉升、黃啟欣、麥朗傑、魏立浩、麥俊熙、周千惠、魏君賢、林允浩、李明毅、白希晴、周日希、陳雪燕、陳希彤、周子學、林兆賢、陳樂希、黃仲燕、楊樂希、陳卓峰、吳若禮、張浩庭、張靜瑜、吳夏希、陳日玲、朱超元、陳敬浩、黃子賢、梁子軒、馮安婷、陳詠南、楊浩森、石敬聰、郭嘉晴、林俊樂、關心月、譚凱晴、陳卓賢、盧義晴、謝以晴、馬之純、雷家俊、楊可峰、江靜琪、楊思晴、陳樂彤、温心妍、許浩陽、林嘉宇、盧巧兒。請畢業生代表蘇柏林同學、陳子瑜同學。小朋友可以望住前面攝影師哥哥影張相喎。多謝小朋友。小朋友今日好早已經返咗學校，為今日嘅畢業禮作準備，真係多謝各位爸爸媽媽嘅配合。請大家俾啲掌聲，各位爸爸媽媽啦！唔該，陳以文校長。將軍澳分校嘅畢業生上台接受證書，請梁慧敏校長陪同。將軍澳分校畢業生名單如下：鄺承哲、陶書利、楊健宇、鄧友廷、謝凱喬、陳柏毅、蔡富欣、洪正橋、文子明、黃月橋、陳安文、陸順熙、馮浩軒、馬書維、高志希、黃新如、陳樂晴、唐天穎、陳欣、黃欣宇、林柏希、陳思宇、吳月瑩、許浩然、盧超海、司同華、施景睿、馬以晴、劉卓軒、鄭心月、梁殿軍、曾元奕、楊舒文、鄭凱喬、鄭欣龍、鄧俊文、陳以嘉、陳正朗、賴全榮、張哲希、譚子俊、周以信、李慧玲、萬天朗、謝佩晴、翟子浩、袁於樂、曾子軒、鮑依晨、張國賢、李柏佑、陳柏晴、郭亮賢、林秀媛、葉卓賢、余俊賢、謝嘉欣、林睿傑、錢德樂、周安盈、趙子瑩、歐巧橋、洪子欣、劉心妍、盧柏橋、黃佩賢、余雅榮、張瑞軒、楊之榮、張達恒、林亞健、陳彥津、葉可文、梁曉穎、劉卓橋、葉藝生、施新仁、陳之強、黃琪欣、張明橋、楊子穎、謝子睿、葉曼妮、顏子軒、金惠如、林浩純、江晴欣、宋成峰、張子樂、高朗橋、盧千源、陳信之、梁月蘭、劉子柔、鄧成海。請畢業生代表莫以依同學、鄧萬成同學。
小朋友手放兩邊，望住前面攝影師哥哥笑下。多謝小朋友。小朋友接過證書之後，就代表你哋完成咗人生第一個階段，要繼續努力啦！唔該，梁慧敏校長。請麗港城分校嘅畢業生上堂接受證書，請李家寶校長陪同。麗港城分校畢業生名單如下：何俊熙、陳彥樂、麥日碩、羅仲哲、張信生、馮志樂、黃仲通、謝志偉、蕭正賢、葉俊賢、洪賢生、陳志成、譚敏芝、林卓賢、洪馬瑞希、楊希晨、蘇柏睿、蕭子迪、劉雅晴、李超柔、黃允明、徐日南、李意許、祁正南、李宗澤、蔡以玲、譚月彤、盧其中、蔡思妍、楊凱中、鄧奕喬、李月琪、洪立文、阮柏喬、鄧子晴、蔡之琳、施彩芬、陳紀傑、譚瑞晴、卓俊凱、葉信宇、顧卓賢、呂俊賢、譚新月、林月賢、李子忠、吳月兒、戴奕朗、歐文軒、麥奕晨、楊浩一、呂定琪、李晴福、馬海柔、梁浩星、姚子瑜、黃珊妮、方卓俊、雷永耀、尹宗裕、謝樂晴、黃心怡、黃清彤、吳瑞彤、任海彤、湯明雅、容之月、陳俊樂、葉賢津、周燕婷、邱子晴、歐心怡、林張婷、劉景文、李月希、盧志月、岑依晴、梁永章、梁千禧、黃瑞琪、胡奧南、潘海晴、黃奕朗、陳浩朗、梁欣橋、劉超瑜、梁卓睿、江海林、劉俊熙、蕭俊、黃陳睿、吳錦賢、安奕舒、鄭子琪、林心明、洪依樂、李章、鄭峰、丁依晨、黃月橋、黎婉蓮、江海彤、黃俊傑、陳根、李子晴、黃柏成、呂學齊、陳日希、李可晴、謝婉欣、陳瑞晴、黃新月、劉燕成、吳佩峰、曾子峰、楊樂希、吳思喬、鄭海晴、何曉喬、文新明、陳天正、陳千雲、陳月晴、鄧正熙、梁英橋、陳曉文、朱瑞賢、文英浩、黃日軒、蔡文津、林博生、劉許如、尹許晴、趙子賢、李可琳。請畢業生代表吳君浩同學、陳慧賢同學。小朋友望住前面鏡頭笑下，一齊影張相啦！
你哋唔好吝嗇你哋嘅掌聲，再次俾多啲掌聲小朋友啦！唔該，鍾麗君校長、余明元校監，唔該，李家寶校長。多謝鍾麗君校長、余明元校監及各分校校長為我哋頒發證書。秩序七，畢業生致謝詞。請畢業生代表黃新如同學、郭成哲同學、馬以晴同學。各位來賓、校監、各位校長、各位家長、各位同學，我哋今日特別開心，因為係迦南幼稚園61週年聯校畢業典禮，呢個係我哋嘅大日子，我哋畢業啦！大家嘅心情係唔係同我一樣，又興奮又唔捨得啊？我真係好唔捨得啊！我記得初入學嘅時候，好驚都唔識，多謝老師3年嚟嘅悉心教導同無微不至嘅照顧，讓我哋成為敢於探索、鍾意學習嘅小朋友。我哋真係好中意返學，每日都過得好開心，學到好多新奇事物。呢段時光真係好充實，好難忘啊！係啊，老師仲係班嘅心思，設計好多有趣嘅遊戲，讓我哋從遊戲中學習，培養我哋養成主動探究、解決問題嘅能力。我就最中意學校嘅美藝活動，可以開心畫畫、做手工、欣賞漂亮嘅藝術作品。我就最中意 Reading Bed 閱讀計劃，透過一本本色彩嘅繪本，我哋認識咗好多新詞彙，發掘咗好多新奇知識。以後我哋都會繼續閱讀，用書本豐富自己嘅眼界。仲要多謝老師邀請爹哋媽咪做故事爸爸，我哋講故事、玩遊戲，每次都好期待，好興奮。多謝義工家長們常常留下幫手，為我哋嘅校園生活增添咗好多溫暖。學校好注重我哋兩文三語嘅發展，尤其係英語學習，老師用有趣嘅遊戲同故事，讓我哋老師多聽多講，學識咗英文原音拼音，連加啲歡迎手有基礎。喺呢個咁有意義嘅日子，我哋想用英語向各位嘉賓、老師同爹哋媽咪表達感謝。好啊 Good afternoon and welcome to our graduation ceremony. Today is a very special day for all of us, and we are delighted to share that with you all. We have lots of fun learning English. We sang many songs, learned rhymes and phonics,
and enjoy many fun stories together. So today we say thank you. Thank you to all the teachers and staff at Hannah Kindergarten for listening and teaching us. And of course, thanks to Daddy Bobby and family for coming here today. Thank you. 在加拿幼稚園的3年，我們度過了無比快樂的時光，結識了好多好朋友。我們一起聽故事、練兒歌，在輕鬆愉快的氛圍裡慢慢成長。老師經常和我們玩普通話互動遊戲，讓我們越說越自信。我們快要上小學，即將迎來新的學習旅程。我們一定會好好努力，做品學兼優的好孩子，不辜負老師和家長的期望。謝謝大家。喺呢個重要嘅日子，我哋要特別多謝爹哋媽咪同所有照顧我哋嘅人，多謝你哋無微不至嘅呵護，讓我哋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今日我哋畢業啦，但我一想到即將離開迦南幼稚園，離開熟悉嘅校園同親愛嘅老師，真係好唔捨得。除咗爹哋爸比，最要多謝嘅係3年嚟嘅悉心教導，我哋嘅老師為咗表達感謝老師嘅愛意同敬意，請全體畢業同學唱一首畢業歌送俾老師。請各位老師接受我哋呢份心意啊！就好似校歌裏唱嘅，永遠不忘記迦南幼稚園。最後願親愛嘅主祝福母校迦南幼稚園越辦越好，不斷成長。祝各位來賓